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迄时，萨摩尼也是囡仔，穿着幼满布的衣服着，徛咧伫耶和华面前。伊的母亲每一年为伊做一领小小的外袍，当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阵，带来予伊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章18节、19节。迄时，撒母耳也是囡仔，穿着幼满布的衣服着，徛咧伫耶和华面前。伊的母亲每一年为伊做一领小小的外袍，当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阵，带来予伊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章18节、19节。汉娜是撒母耳先知的母亲。撒母耳是汉娜伫未当生育，到圣殿祈祷神、望神应允所赐的囡仔。撒母耳名的意思是我对耶和华遐求来的意思。汉娜生了撒母耳了后，不但养育伊，也将伊归予神，伫圣殿服侍神。最后所伫论到活日的情况，伊捌安尼讲：只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，一寡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。工商社会发达，致使甲一寡家庭起了真济副作用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，爱的园地家庭发了爱的滋润。真可惜。咱看到这个人间的伊甸园，遭受到愈来愈侪破坏。咱常常看见一寡母亲这支条啊，单独出力伫咧支撑这个家庭好顶的辛苦。伊听到无厝顶，或者是厝顶漏水的厝，看到电视飞去，看这个家敢若亲像旅馆的主女。真济做妈妈的面上拢流着目屎，胸坎拢敢若亲像伫咧转火，最后要甲整个社会来甲伊吞灭。伊破坏了亲情、家庭，甚至互这个做母亲的功能一直伫咧减少，互真济做母亲的茫乱伫这个物质的世界，迷失伫功利的追求。了解囡仔的内心世界，比外来物质的填补更较是有意义的。只有神的真理，才会当互囡仔处伫任何环境拢会当立身修道。做老母的啊，愈到越世，咱的责任是愈大咯。罪恶潮流冲来，当靠着主，甲主的教训记伫咱的心中，也爱殷勤教训儿女。无论伫厝内面，或者是外口，起来倒着，拢爱谈论，握伫手顶，带伫鞋顶，写伫门顶。最后所伫要去到各个摊的道路中间，对遐个伫遐大声呼喊、叹哭，紧紧跟随边仔的这个回人讲：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毋通为我哀哭流目屎，当为着家己甲家己的儿女哭。所以有人因着主的话，真有信心的明白，做老母不断流目屎祈祷囡仔，囡仔是袂失丧的。相信做母亲流目屎祈祷，将会互囡仔伫主内面得到益处，也互社会、国家受益处。母亲迄双祈祷的手，不但是要摇动着摇篮，摇动着天下。更加是要建设着天国的手。做老母的啊，毋通袂记哩，受苦汉仔伫神爱中得
得到怜悯，伊伫教导囡仔顶面银幕放送过，大道声音也捌传过。这种信心的母亲，和撒母耳以后的日子内面，也拢有杰出的表现。哈娜心中无搁再盼着苦闷啊，因为伊是上喜乐、满足的母亲啊，真诚恳的，甲咱可敬的做妈妈的，做伙来共勉，并且致上上悬的敬意。迄时，撒母耳也是囡仔，穿着幼满布的衣服着，徛伫伫耶和华面前。伊的母亲每一年为伊做一领小小的外袍，当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阵，带来互伊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章18节、19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